自2025年1月初1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圣母中的新开始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利未记第1章第10到17节。上主对会幕叫摩西命令伊，对以色列人颁布下面的条例：恁若有人要献精生做礼物予上主，着对牛群、羊群的中间出来献。伊若要献牛做烧化祭，着牵一只无瑕疵的牛犅来，伫会幕的门口献，就会得到上主接纳。伊着换手伫烧化祭的精生的头壳顶，安尼烧化祭就受接纳，替伊赎罪。伊着伫上主的面前杀迄只牛犅仔。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，着献遐个血，将血丢伫会幕门口祭坛的四周围。迄人着将烧化祭的精生的皮剥起来，甲肉切做一块一块。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，着伫祭坛顶起火，甲柴摆伫火的顶面，佮将肉、头、油摆伫坛顶底倒的柴顶面。奉献的人着将祭物的腹内甲腿用水洗清气，祭司就将规个祭物拢下伫坛顶做烧化祭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献予上主。人若要献绵羊也是山羊做烧化祭，着献一只无瑕疵的羊犅。伊着伫上主的面前，伫祭坛的北边杀迄只羊。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，着将羊的血丢伫坛的四周围。迄人着甲迄只羊切做一块一块。后来，祭司将遐个肉、连头甲油摆伫祭坛底倒的柴顶面。奉献的人着将祭物的腹内甲腿用水洗清气，祭司就将规个祭物拢下伫祭坛顶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烧化祭献予上主。人若要献鸟仔做烧化祭予上主，着献房角，也是粉鸟仔囝。祭司着带鸟仔来祭坛前，顫断伊的头，甲头烧伫坛顶，互鸟仔的血滴伫坛边，佮着将鸟仔的龟甲内面的物件迄伫坛边的东边摒火符的所在，着甲鸟仔两栖室摕地将鸟仔拆开，毋过毋通拆断。祭司着将鸟仔摆伫祭坛底倒的柴顶面，用火烧做芳芳的烧化祭献予上主。圣幕中的新开始。利未记接伫出埃及记的后面，对上主伫圣幕内面召唤摩西开始，接续是颁布献祭相关的条例。召唤伫希伯来文有上帝呼召的意义。对以色列人来讲，这是挥别过去受奴役身份的新开始。上主对圣幕临在颁布条例，将要引带因行过旷野、迈往应允的迦南地。
利未记主要记述以色列人敬拜上主的相关条例。这毋干那有甲过往伫埃及的经验有差别，也甲特别面对的迦南无共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恢复上主子民的身份，但是因需要重新经过自我身份认同，才会当肯定这个身份。上主甲因立约，因为安尼，因无搁再是奴隶，是上主的子民。圣母代表这个身份新的开始。伫上主的召唤中，摩西诚做重要领袖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做奴隶的埃及地，经过大旱的旷野，搁迈应允之地。摩西一生无共的阶段，拢在回应上主的呼召，完成上主伫伊生命中的计划。这也象征以色受上主呼召、受赋予上主子民身份的计划。对立人甲上主建立合宜关系，圣母具有重要意义。透过伫圣母的敬拜，咱通了解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带领和计划。圣母代表上帝的同在，人伫圣母中敬拜甲献祭，表示愿意顺服伊的带领，远离罪恶，甲伊保持合宜的关系。今仔日是2025年的第一天，台人真介意踮伫新年拄开始立下新的志愿和希望，期待新的一年会当脱离具有习性，实现这个愿望，展开新的生活。总是人的生命本质若无改变，伫年岁的经贴中，往往只是上日子，毋是立长志。伫新旧交替的中间，咱常常受到真侪因素的束缚，不断落入旧性情和旧习惯的网罗，就真恶有新的展望。咱看起来若像是自由的人，却受到真侪无形旧习性束缚。除非咱意识到遐个支配咱的旧我，努力挣脱出来，若无法度真正得到自由。利未记有真侪重新的象征意义，代表以色列人诚做自由人，搁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。这也是伫社会中的子民受呼召和分别出来的新身份，互咱会当察觉家己内心无符合上帝心意的罪，搁伫敬拜中看见上主对咱的计划。若是呼召是指受竞选军队上帝，保罗认为每一个基督徒蒙召的时的身份，拢是上帝呼召的职分。这身份是主赐予咱的恩赐。马丁路德也认为，咱受呼召进入咱的职业中见证上帝。伫新的一年一开始，新的意义也提醒咱，甲上帝的关系必须伫日常生活中持续建立，不断更新，通好互咱伫基督内面展望新生命，见证主恩典。默想，一个蒙呼召的基督徒新年的期待，甲一般人有甚物差别？一个蒙呼召的基督徒新年的期待，甲一般人有甚物差别？咱来祈祷，享受人新生命的主上帝，恳求你伫新的一年，互我搁较专注甲你建立合宜的关系。伫新年的开始，求你帮助我脱离旧我的束缚，互我得到真自由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